新竹嘅地形土壤、推堤、平壤、山派、高架、高山线那、山面果亦偏向海，特别东北季风热来，风力比其他地区还要大，所以新竹风特别有名。和九级台风由大地从9月初9从容开始，新竹风又被喊作九降风。特别嘅九降风，除了係一種現象，也係先朝新竹米粉、起餅、現炒核心原因。因為靠動態嘅風，就像係天然儲濕機，前到需要配造嘅食物，自然增加油量嘅起草機會。不過除了影響到兩三項，前到你好食嘅麵，其實也得兩位，天天嘅生產力當然。個橋啊，個藤啊。還有樣啊，唔會硬冰冰啊，硬絲嘛，唔會啊。倒麵粉啊。當日挑好嘅配料，麵粉開始攪，經過填充時間，製作規定麵板，3年個經過機器切油油，方方嘅麵就切切一條一條，按樣製作出來。這間位在新竹關西鎮，經營超過100年嘅做麵廠，到今年已經係第4台接班。雖然做嘅規模冇幾大，不過利用九降風吹奏嘅傳統方法，到呢下還係強用。自動日做那個客家人嘛，客家人就係刻苦耐勞嘛，那個自動客家種日做流傳下來嘅做麵方式，那個維持傳統。可是安尼有加新的東西落去，哦，所以安尼走出來的東西又結合科技，又結合傳統，所以安尼個東西都配晒的東西一定是冇強嘅。辦手工辦機器，當然是做一啲嘅麵粉，按設計麵廠一做就係一隻設計，一下為到產量問題，使用咧部分機器化設備。不過遇到高廠，還係天窗來照路挑擺方法，讓有手工麵嘅味道。量產嘅東西已經碰到機台，碰到機台嘅東西嘅話，就是做咩講係純手工，一定是半手工。所以講啲麵條係手工精緻，係半手工，係咩純手工。做嘅時間，用機器攪機，佢做出嚟時間係咪差唔多用人工而中意做。見往昔嘅次麵條，就喺新竹嘅熱條下，靠能九降風，順嘅蜜蜂繞來繞去，利用大自然挑火濕土吹造，將客家地區特有嘅麵呈現出最好之美。其實從米粉、板條哈，韓國廣州嗰度，其實到新竹做，因為就係佢風台，佢東西後腳走，其實冇人會快。因為講風靠到以後啊，啲表皮就走落啊。佢冇人濕，東西就冇人夾飯。因為講濕氣，因為講機動倉度落水咧講，啲濕氣當沖，所以講濕氣沖嘅東西，為咗一件東西入去飯。將切好嘅麵放到架檔，就啱時送到空氣吹走，係手工九降風做麵，第一隻也係最重要嘅過程。不過遇到細節做唔得冇注意。就像是你做嘅台麵。甲講伊攪拌嘅時間攪到調色，哦，攪調色時間麵出來會調窗，調窗嘅時間攪會透到體內，剛透體內嘅時間個唔長離子長嘅啦，所以呢個東西剪脫，要嘟好嘅長度，咁你睇個細時間又唔會翹，咁合好。上愛利用自然風撈麵洗澡，大家動作都愛做好。不過總講當日都就日來賣麵，生產就做唔得是看天時食盤，後才經過時代改變，一下已經有現人方法。讓人合我定一面，冇可能講，佢天好嘅時間有麵好食，冇天唔好嘅時間冇麵好食，所以我記得要慢慢想，細到地步去走。咁就是像日做嘛，新竹最有名嘅就鳳嘛，所以講佢曬落去嘅時間就想，哎呀鳳係最有名嘅，所以就按照就種田產，就有鳳。
为到做得当日生产，将切好嘅面条係講拄到天時唔好，你今日就直接送熱兩錯，特別為人工做面起嘅配造式，才能利用貴熱冇天嘅天山，又上王工下吹，達到從新作風強融效果。不過單槍是冷風強熱含辣。除了天棚嘅天山涼風，透過天內下也隆隆滾，用牙齒掃個吹出來嘅掃氣，也到面條就從定熱條下，同時受冷風、熱風吹走，效果一啲都唔會受本挪背嘅9公風，所以就算落水天，還係做得早上生產次嘅面。然後按照去做，按照做面嘅時間，係採用製造嘅走醬風嘅做法去做，可以就像是底下把天時變把冇強用。就像是把台風，然後台水，所以就像是那個是慢慢在到地步去走。或者是個又像是天時冇強用嘛，有北風天，還有南風天兩種。啊，佢假如講北風天嘅時間，佢天氣會很熱，很熱把它走，面條走嘅時間把它夾。南風天嘅時間，天氣係濕嘅，天氣濕嘅把面條排唔會走，所以講一定要有少風，少風讓佢半佢排，讓面條讓會走。在學醫在必走啊。冚冇哋啲地步都節領啦，啊！因為啲火排下去，佢隨時會錯，隨時錯又必錯啦。你冇為時間啦，慣人對啲隨時啲，隨時唔會走啊。平均吹走受熱含辣，同時運轉嘅抽風機，也做得將面條水氣凍熱送出去。不過你可能唔知，阿用嘅配造過程至少要10點鐘。做得看出手工古法做面，真經係唔該食，難怪食起來口感就係冇強用。好些面食起來 Q 軟軟哈，冇些面啊會黏香啦，像啲黏啊，像啲冇熟嘅東西啊黏啊，哈，或者啲散樣嘅先啦。應該係一條子切哈 ，Q 軟軟啦。啲面用法會按何些？啱面啦，技術問題啊，時代已經做係廣告嘅嚇。沙皮嘅好姊妹來自一隻設計嘅建議，不過兩個第四台經驗還慢慢40歲嘅後生調價，面對四台經改變，簡單嘅先做科學機器上班嘅機，用為很願意將來關係蘿蔔。繼續用兩種半手工老方法來做面條喏。咱特色就是講同市場有區隔，咱呢種撇沙因做嘅面條冇強用，撇沙因嘅面條冇天是從底下看到佢曬嘛，你挑人曬下，然後後背自然用包下就做一賣。可是問題按照底下你挑曬，然後又像是講老鼠嘅時間，按照全部用排嘅，按照排嘅時間當長，撇沙因冇長按照。現天手工做嘅老條白面，正係最受市場歡迎嘅好面。後生調價決定全新加入，希望將技術繼續發揮。不過客家人嘅做面功夫，實係日是天時老手工，人工嘅機械化生產，也早已經有一台規模。老關係手工面廠比起來，兩件也會在新竹在通棚使用機器生產嘅大面廠，因而就係用睇100公斤麵粉，製作過程從攪、新鮮、切開到煮熟配造，完全唔是人人去做。其實講實在話，你講機器做嘅東西仍然是手工嘅，因為啦手工嘅基準，應講慢工出細活啦嚇，啲東西會做到好少嚇。行喺度你講用機器做嘅東西啦，基本會應付量嘅東西，但是啲品質就啱啱問題。機器做嘅東西是因為應付大量，因為你講用手工做嚇，你量會做唔出來。做得講冇意思很多嘅機器，將兩條金色色嘅油面，也係扁扁嘅面，請自然由動力生產出來。另外，按多嘅面，大體按樣板分片咯。咁你啊從呢種啊，你啊普通人講啊，人講
外层面是那种的普通人做的阳春面啊，牛肉面全部用那种的东西，但是啥，你要熟的，它的煮过。咱嘢講像普通香煙或炒呢種嘅，其實呢種嘅麵皮同呢種解是差唔多，但是啥，我講咧拍油麵是講，你客家人後會食呢種嘅麵啊，所以講基本上我哋十號咧啊，食到好 Q。咱呢種嘅普通嘅我杯油麵，我哋咧從咧我是拿做涼麵啊，做涼麵做切乾麵全部做得，啊，嗰是冇共樣，一是應講係油麵。香煙嚟油麵嚟講，佢睇啲嘅用扁嚟，嚇，喺我輩睇啲真係用真嚟面，通嗰啲香煙後冇共樣，誒呢係炒麵睇啲炒扁嚟面，外層麵通嗰啲客家人面冇共，外層麵普通人是講嘅陽春麵嘅是，嚇，佢記到嘅冇記到嘅係生嘅，唔係像嗰啲客家人面睇啲，你係講客家人炒麵嚟講睇啲用熟嘅麵嚟炒。簡單較為做板嘅客家人，仍然四台冇強壯，也前為做麵。不論手工也係機器，都有一好品質。咁我哋按到嘅麵地圖，係咪有哪種麵最好食呢？也就唔得講呢樣麵講好老快啦，嚇，俾我睇下習慣嘅問題就是，即係習慣先咯。所以講呢個油麵，呢個外層麵啦、學路麵啦、客家人麵，樣擺冇強壯，太蛇條也冇強，天皮也冇強壯，嚇。但是因為佢慣中，而且地方慣中到呢一種東西啊。所以講，那冇強嘅東西，佢感覺是唔錯咧。其實頭擺你客家人食麵是專門攞嘅糟麵去烚了以後，將來煮變菜來幫盤人食嚟食法吧。頭擺普通人做麵，客家人好苦啊，後冇好食到嘅後，人哋講好貴嘅東西，佢只用煮食食盤嘛。所以講係那麵來炒變鹹來當做菜來幫盤食啦。用做板嘅技術來進行，客家鄉親做嘅麵也喺市場有前後名聲。從頭擺利用自然淳樸食材做麵，到了下設計機器自動化量產，也喺後面唔到底都加咧傳統品質嘅味道。另外，東強嘅新竹9公坊，所以做得技術好，相信仍然都有好食嘅麵，定能大家。